没得，我没买256，本来就没得变化。没问我只要我要我1T的，它只有512。都参加那个年年换新活动的，今下午。看，就是太无聊。我们这个来，这个来。买是现场买不到，让你去预约。然后我是预约，我要买1T，他没得。然后他是你550，我是要换1T的。他说你用我换512嘛，查了他说，他就在网那儿的肯定没得名额了。我说好嘛，就弄512的嘛，就直接现场。他说你不存在颜色嘛，他说不存在，反正人给买不存在。3毛巾。有点像我那个，但它不一样。还不存在，管他的，反正。5斤，我搞欧饭，非常完美，可以再往前走一些也行，捞一下嘛，捞一下。过来吧，开吧。后面走一点嘛。可以吗？不得14，就是15和16。好。是不是啊？你不得14嘛10没得了，都是16、15。以前是14和你把那个女娃娃拿过来噻，你再给那个。他过来一起跳的，对吧？随便他们一起跳也可以啊。哎，那3个字还搞忘了，有的搞忘了。在这儿等嘛，然后他们先自个就会跳。对。我介绍一下。这里摄影师是不是有个叫王老师？于红吗？不是，他的抖音名叫王未来吗？好像是。在这儿。然后那个我朋友叫于卓雅，他们2个认识。哦。王未来在这里。他也跳舞的。那个就让他经常去跳。他在阿坝州也有工程，他也在看。他在九寨沟好像待过。对，他我记得他说他认得到。他是我是能桑错景区，知道吧？神仙池。我是那边的，不在景区里面，就神仙池景区。哦。九寨沟附近那个有9个寨子嘛，我外婆是树镇寨的，我家是那个但是我家常住在那个能桑错神仙池那里，现在名字改了叫能桑错嘛，我们藏话就叫能桑错。60多公里。哇，那你们家好。其实我觉得九寨沟的每一个都很幸福啊，好凉快，也漂亮，真的漂亮，我觉得。对啊，就地震之后破坏的。对，地震前漂亮，真的漂亮，那个五彩池真的好漂亮。今天主要是我的去换电池，哪晓得电池没换我就。还有车。还有车。是锂电池，我这个是铅电池。哦。2分钟。哎，轻便一些，小一些。哦。
啊。继续跳舞，注意，哎，对啊。那你在去？我开车嘛，我到开车去。他喊我坐车，喊我坐车一起去。他说看我不存在，他自己15个月去。他15个大巴车接他们。不晓得，2天嘛。那你想坐车？不晓得到处看嘛。这是直播，这边直播，这是直接拍。两个一起直播。你不在的嘛，你在就可能会喊你，他现场写的名字，现场写的名字。天天在跳那个，一样的跳都会。为什么我跳几遍就好了？为什么了不起？好多小西西也去，玉珠那些都好玩。有什么团队的？有点跟新区里收会在里面，收钱在里面吗？琵琶桥的那个，就是在景区里面嘛。不在景区，县城里面。早认识就好了。现在我就是你们跟我说话，我就每次来说话的话，我就不敢。你说，其实你跳舞更有优势。这也有啥？啊，对对对。扭起来！不仅还扭哦！你看，哦，你说，银座啊，要这样。开6个小时。阳江豆，我们这次走，今天晚上在阳江跳舞的，跳舞在晚上在会看电影。对，老两，你好。吴京，你跳女生班吧。哈哈哈完了，自首。可以有点熟吧？啊？可以啊，我给银座说的。要得吗？他出去了。
说啊。什么鬼？应该没人去，应该没人去。他认到你不嘛？应该找到吧？我认不到了，咋说啊？我贴个照片了，是那个他应该认到你。我没事有抖音，没说过说。马勇，还有哪啥？见了面就晓得。哎。好。去恁个的嘛，对好吧？我看他的箱子有吗？看着这么大气，没有啥。这个话呢，就是我妈妈。我本来希望那个，希望买18岁的啊，其实我买到刚刚不是我感觉在外面就很难这个才几个月，才12月份买的，才10个月，9个月。有什么设备啊？一般拍视频，主流拍视频是索尼，但是主流拍视频大部分是用索尼，一般拍风光什么的，一般就用尼康，然后拍照片很多用佳能，一般是这样选的，但是看个人。那个的相机，全世界的相机几乎上就那个地方才产相机。有没有买大疆了嘛？大疆就完全可以。大疆相机出来了。大疆嘛，DJI 嘛，就不可能3D 贵了，而且录影视频也可以。他们说大疆的哈苏啊也可以啊。大疆的哈苏，哈苏是大疆的，收购的。现在哈苏是属于国产了，瑞典的。被大疆收购了吧？收购了好多年了。收购好多年了。好多年了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国产有相机嘛，哈苏嘛。那个哈苏那个4万5的那个，把镜头盖上去都能拍视频，能拍照片，我操！他只要他就镜头盖，他那个镜头盖有点缝隙嘛，他把镜头盖上，把照片给拍出来了，当时惊呆了。哎，其实就一个光真的。那天我看到一个人买了个哈苏4.5W，声音有点小。拍多了不想拍了。我现在拍多了，我今天相机都没拿出来。相机都没。我怎么放大了？
回家了。你不会跳吗？你会跳吗？那就让他们跳。那就一会儿跳那个什么吉祥话吧，也没问题吧？不会吗？那边跳那个，那边跳吉祥八宝嘛，一会儿跳吉祥八宝。就他们两个跳一块。那就给他们两个先放这个嘛。好。可以了吗？可以，我们就放完就当。我们就开始重新开始。唱完一块儿，唱完就行了噻。没有，你都走了。没有，只有我刚走2个，还有太虚。我这抖音可以放大，可以放大吗？放大了。88线的。左边那个麦吉，应该是，那都打起多好。小西西，不叫小西西，那小西西应该叫小西西。麦子的吉祥。
你看嘛，我总就感觉它有点模糊，对焦，对吧？我这正常的啊。啊？贵一点啊。加热能加空气加。这个样子的嘛。啊，不存在这个可以调吗？这个。再往上面按一下。按这个没关系。菜单再往上按。你用手动挡啊？主动挡对。对，时间到了，对吧？就是。今天星期五，星期六，星期六晚一点点，11点回去。骑车去点进去，挡到他要从那儿走。
还少一个，这个忘掉了，当然不搞忘了，少了一个这个。有点那个不丹风格，一半那种。这个我会，就是刚才那个。